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国局官员利用这摆蔡总统出访，要搞清外调这个分引发到这个国安体系大震动。蔡总统伫人面前，唔但两届宣布着要办到底，嘛检讨过去这个歹习惯，嘛讲未来出访的时阵，这个成员转来。国家这个行李这个通关拢爱取消着礼遇初初逼资料这个时代力量这个立委黄国昌，伊除了检讨着国安体系，嘛各一摆要求这个华航爱甲所有资料拢甲交出来现主席咱看到嘛，伊佫要求讲，这个交通部你千万唔通暗藏起来嘛讲这个交通部长林佳龙你爱徛好在。现主席咱看到交通部总算有动作伊要求这政务处长这个王国材亲身到华航进行调查下晡咧嘛看到蔡政府展现着决心，甲这个国安局这个局长邱国正，希望伊上任了会当好好来改造咱的国安体系。今日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邀请用亲好朋友做回来监督。这部电影咱邀请到秀来宾做回来监督第一位咱邀请到时代力量发言人陈志明。阿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桃园航勤退休的员工毛振辉。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到民进党立委叶一丁。观众朋友大家好。第四，咱邀请到资深媒体人这个曲明玉。大家好。首先，咱邀请到这个时代力量这个发言人志明兄。是。咱会当知影，这回这个逼资料，就是自这个立委黄国昌才开始的。其实恁掌握这个资料。是。头期先你嘛有讲到，无分哪里要来办这个案件。对。这个案件是安尼啦，有伫咧总统出国了后呢，有一个检举人吼，来到阮时代力量的党主席柯文哲伊的服务处，是，吼来检举吼。啊，迄个时阵伫咧厝的就敢若，因为阮的主席嘛出国，吼，伊嘛去访问。啊，这时阵呢，太太都接落来。啊，这种是检举人所提供的消息吼，伊就讲有一个异常的状况，就是讲有人利用这个华航的迄个系统呢来订正这个分，吼，咱这个夫人看就讲，奇怪，这个班机顶管写的资料，跟咱平常时啊迄个代号无啥共款，而且这个分照规定，他们加嘛几条啊尔，伊这是几落千条，几落千条，所以就讲到这应该是一个骗案吼，所以讲伊就要甲伊就打电话给咱的主席讲，有这个案件。主席讲，这我无多处理，咱请咱的立委，所以咱的国昌立委呢，伊来接手吼。是。所以这件案件是7月8号的时阵呢，这个吴宗宪呢，伊伫系统顶悬呢订了9000外条的分，然后呢，伊11号就甲总统出去啊。这个时阵呢，咱的国昌委员呢，就甲咱的新北市的调查局来举报吼，讲爱来报线，咱来查这个案件到底是啥。咱对这张图来看吼，其实咱唔知影这个是啥，刚知影一个人叫做吴宗宪，一定开真侪时间去查了。嘿，去查这个案，但是阮线索呢，敢一寡尔啦，刚知影名，知影订单，知影伊伫倒位，而且咱唔知影当时要来领这个分，吼，所以咱一定爱来掠这个人，所以这几工都拢咧等吼，这国昌委员呢，透过方式来确定讲，这个分拢一直伫咧机场内底，吼，伫咧咱的华航的迄个保税仓内底，吼，一直到19号，这只个分呢叫刷动啊，吼，刷来到迄个华善空储伊的仓库内底，然后呢，伫咧22号的时阵就拖出来，拖出来，就缀着咱总统的车来要出走，这时阵才来调查局才要来查这个，但是因为调查局无申请这个搜索票。所以呢，即摆就要甲咱的关务局吼，最近来查这个案，透过行政的检查来查这个会，所以这案才会逼出来。所以头起先嘛唔知甲总统出访有关系，完全唔知影。所以其实咱来看到这回这个案件，这个自这个逼了这个检调嘛启动这个调查，咱来看一下这个新闻画面。国安局警官吴宗宪和张姓家顶人的私分案涉案人，日经过检方核询，包括司机涉案8个人，入地20万到50万交保。吴和张2个人是被声押。检方对吴宗宪当场供出50人的团购名单，发现团购的人大部分拢是国安体系的军职人员，无外交部人员。怀疑国安局官员有可能牵涉到集体犯案，案情无排除向顶面发展。介入专案的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再起持续炮轰交通部长林佳龙，唱向华航。面对黄国昌大声的炮轰，交通部上紧伫中昼会派处长王国材进驻华航进行内部了解。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包庇华航的话，还要继续帮华航闻过是非的话，
这个国家的制度不能够因为华航摆烂，整个国家应该要有的规范全部都弃之如敝屣。纾困风暴阁刊出前条，有北媒体报道，国安人员团购纾困的数量，自2014年前总统马英九时期，较无300条，伫咧5冬内，到总统蔡英文出国访问，竟然升关到9000多条，但是和马英九办公室驳斥。这次的9800的事情啊，他们还应该要赶快查清楚，给个交代。应该要公布所谓的团购名单，这才是正办嘛。把责任都推给前朝，我想国人也看不下去。因为检调认为，利用总统专机出国访问的机会，团购免税纾困的代志，早就已经变成国安人员的歹习惯。监察委员高永成、王美玉已经筹备立案调查，目前尚未干扰检调侦办，并且和行政机关进行内部调查，监察院才阁进行整体调查。最重要的是说，走私啊，现在被形容叫走私这么多，而且是借由总统的专机出访的期间，这个做法滥权到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我想于法、于情、于理都不合。若是有倒一寡部会也是官员牵涉到团购，监察院表示会委请国安局提出书面报告说明。王美玉强调，第50人团购名单，只要是公务人员牵涉到不法，一定会调查到底。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案情会继续来向顶管来继续发展哦。不过咱头是起先要过来看到这个黄国昌哦，伫咧22号的时阵，伫暗时有发一个这个面册文哦，咱看这个面册这个文哦。其实伊就是来问讲，其实什么叫做刷存在感，有这规个经历哦。啊，咱要搁邀请了志明来解说这个国昌立委的这个用意是倒位。确实讲吼，这个案件呢，咱看敢若是讲敢若国安局几个人咧买分安尼啦，其实唔是吼，伊是规个集团咧进行的代志，而且伊对马英九时代就开始咧进行。我这有一张表吼，顶悬内底是内容是马英九时期呢，因照这个方法来的数量啊，300条开始试者吼，到1000条，要落啊3000多条，到即马吼，咱的政党轮替了后呢，伊个重新开始吼，咱个试看卖啊，因为换新头家嘛，咱试看卖啊，无查哦，咱就继续来哦，即届到9000多条去互了着，所以讲伊这根本就是一个后壁一个系统吼，咱这国家局内底咧乱啦，哦，内底的人吼来看讲啊，咱的政府也无咧查，不要紧啊，咱大家买啊，不要紧啊，吼。啊，所以这件代志唔是干那讲啊，这是民进党的代志，也是讲国民党的代志，讲要杀过国民党，讲恁害的，唔是安尼，是这是规个体系拢有出问题。是，咱的管理出问题，而且咱是伫咱国安的这个单位内底出问题，伫咧上接近咱的国家安全这第一线，保护总统的第一线，这所在出问题，咱内底的工作人员会当因为一包些钱来利用你的职权来做这个代志，伊影响到的反射就是咱国家的安全，而且咱总统的安全。伊若看反正伊若爱收钱，啊，你是毋是讲即届是分，啊后届是啥，拢毋知。是，吼，伊只要是这种破空，咱就要来甲调查出来，吼。而且中央阁一个真重要的角色就是华航。华航伫咧即件代志到即马吼，拢无讲过，敢若无讲伊代志。一开始讲啊，这因家己订，阮拢毋知，阮只是讲照人客订物件，咱来保存。然后咧，咱去查，咱伊讲是讲照因的网络顶悬的物件去流程去买，但是去买，咱根本就无即条。无即个方法，强老买着加一册分，是一定要透过华航伊背后的系统内底去后台去做处理才有法度。但是华航的态度就是讲啊，这无我的代志，一定要查，一定要查，这根本就无可能嘛。你要遮侪分，而且过程当中，等下咱反正咱摩托哥来讲者吼，伊咧内底有真侪内底内容嘿，现场的代志，咱看谁咧安排，谁咧调查，咱就知影嘛。是。所以现主是咱都邀请这个毛大哥来甲咱讲一下，这回总统出访，甲伊这后台订单，甲有人去拖这个物件，其实你拢知影这个内幕的部分。就即摆拖是阮拖的，阮公司的人拖。早起我有敲电话甲问啦，伊讲迄天早起，华航就通知阮公司讲哦，要去38栋，阮有一个华山有一个仓库叫38栋哦，38栋内底会使免税的物件为遐拖出来。迄天是拖着5卡货柜出来，5卡货柜，迄当阵班机也未落来，但是5卡货柜停，因为迄款的专机离来的时阵哦，迄周边拢是管制，一般人袂当入去。是，我再去问迄个兄弟是讲，你到遐的时阵哦，华航就甲你指示讲哦，你货柜爱放在遮，放在遮叫你人就走，人就走，你爱伫边仔等你5卡物件拢
物件拢落来的时阵，你才来拖这空的货柜。是。迄当阵是班机还未落来，但是物件拖遐等的时阵，哦，过一阵等班机落来的时阵，哦，伊货车入来，伫遐搬的。我讲问伊一个代志，我讲演过干嘛呢？演过嘛有，哦，毋是讲即摆尔，但是即摆较济，演过况是一卡货柜啊，两卡货柜，即摆算上济。但是阮知影毋知这内底物件，毋知伊个前锋封起来，迄是封起来，阮袂使徛。是。徛一定爱华航人徛，所以这个代志，照你讲是华航知影，华航人一定知影，因为村务内底嘛知影，因为一摆拖遐济，一般来讲，咱拖物件无为村务拖出来，拢是为关站拖出来，架关物件买起来，架关你架遐，啊，你要出关的时候，才为出关遐摕出来。分互人家。即摆是上特别的是为三巴洞迄边管制的所在，阮甲拖5卡出来。是，所以这个规个这个过程，咱来看一下，咱有做一下这个整理哦。7月8号的时阵，就是有这个华航这个高层哦，做协助着这个少校吴宗宪哦，驻这个华航免这个后台啦，就订9000多条这个分哦。迄当阵就是9200多条，啊，尾也阁有即个600多条。啊，7月11号的时阵，即个吴宗宪就陪即个蔡总统去出访啊。啊，但是即个咱时代力量的即个党主席邱显智即个律师就随接到即个检举啊，啊，随交即个吴国昌即个立委来处理。12号咧，吴国昌即立委查了后，就请即个新北市的即个市调站来提供证据，要求来布线，要来做一回来做后续的即个侦办的即个部分。7月19号咧，即个华航即个高层人员要求哦，甲即个分啊装入去即个行李柜，啊要送入去啊，准备要入关啊。7月22，即个班机倒来的时阵。到桃园机场，其实咱看到，就是要甲随甲逮捕啊。迄当阵，阁有人讲这是总统的车，你哪会甲我动安尼？其实咱看到这个漏洞哦，咱会使请这个立委叶宜丁来甲咱说明一下。其实即摆对这个蔡英文总统外交这访问实在是真伤啦。是即个事件呢，甲规个本来蔡英文总统非常成功破纪录6项的即个外交的即个进展呢，规个食了了。规个食了了，哦，实在是互人真正真痛心啦吼！啊，即个代志若无即个检举人，可能就有安尼过去。是，咱真正要感谢即个检举人，即个检举人呢，伫事前伊就检举啊，吼，才有互即个吴委员有迄个时间，会当去甲调查局讲，会当甲即个所有的单位讲，检察官讲，会当甲迄个做伙去掠即项代志。这咱首先爱先讲，若无即个人，即个代志袂别空。吼，啊，但是你搁想看卖啊，即个代志，凊彩人想就知影，实在是伤憾啦。吼，即个违法的即个程度呢，遮尔济人啊，遮尔济分，这毋是普通的即个讲，一个人会当抓一条。我咧讲，我个人，我嘛捌公务出国，啊，公务出国，可有朋友知影我要公务出国，就甲我讲，你甲我加查一条分，敢好？叫你斗查。嘿，叫我斗查分。我讲袂使呢，一人规定一条。伊讲袂遐紧啦，恁这吼拢礼遇通关吼，你加查袂甲你查啦。我嘛是家己转吼。礼遇通关是啥物物件？礼遇通关是讲要互你较紧会当通关。去创啥？去为国家做工课，毋是讲你做官做大，所以甲你礼遇通关，毋是即个意思。礼遇通关是讲，因为你有真重的公务，吼，你有要紧的公务，吼啊，比如讲咱出国啊，吼，还是咱要转来啊，这公务们，就是即个意思是讲，啊，你得为国家要做代志，所以吼，无时间等啊等，互你较紧会当过去。是要互你去为国家做工课，毋是要互你转嫁国家的税金嘛？毋是开方便之门，互你安尼。啊，所以礼遇通关有必要。会知有记者问我讲，啊，是毋是因为安尼咱来废除礼遇通关？我讲袂使废除。即个用意，全世界拢有，迄个用意是另外一定的意思，这是重要的。但是即个代志是绝对爱查清楚。虽然讲咱即摆看起来。为马英九时代，甚至有人讲可能较早就有到即嘛，但是我相信，无论是马英九总统还是蔡英文总统，
拢唔知影即个代志，无人知嘛，敢毋是呢？若无即个，其实我心内想，即个检举的人一定是因内底家己的国安局内底人员啦，无人知影啦，吼。啊，国安局的人员是咱上界信任的呢，规个无讲哪有假，咱甲规个厝国家，咱甲规个国的安全拢交伫恁的手内。包括总统的安全拢交伫你的手内，结果呢，你是安尼咧变空的，哦，这是实在是，互人真正感觉讲吼，实在是伤离谱。是，刷入去，你遮的人，你会知影讲你安尼做是违法的无？我感觉因绝对知影，因绝对知影是安那去安尼做，因就感觉啊，这也无啥物，是安那毋是久尔，是安那伊感觉无啥物呢？伊感觉讲。啊，毋是干那我尔，大家拢安尼。台湾吼有一个真歹的现象，就是其实法律本来是道德上界低的标准，结果即卖的法律吼，煞变做大家感觉迄是上界悬的标准。那只要法律无抓着，拢无算毋对。其实这毋是安尼，法律是上界低的标准，你每一个人拢应该家己都爱知影，这是毋对的代志。但是因为，好比如讲。咱过去啦，即马有较好淡薄。过去吼，老岁啦吼，老岁拢同掠着，伊无感觉伊毋对，伊感觉伊较衰。啊，有影。伊感觉伊逐个拢安尼，是安怎敢若掠我吼？啊是交通无治安全无，伊互掠着，伊无感觉伊毋对呢，伊感觉伊家己较衰。吼，这是毋对的吼。就是因为逐个拢安尼，互伊感觉讲。较久，较毋是一届两届，较久讲啊，逐个拢安尼，这也无啥物啊吼，逐个拢安尼。就变做无迄个犯罪的感觉，所以即届咱真正感谢，即届咱应该爱甲代志创好清楚了后，然后到底事实是安怎，照依法处理，依法处理了后摆爱痛改前非，绝对袂使去有即款的代志来发生。所以对这个蔡总统来讲嘛是危机，嘛是一个转机啦，嘛爱感谢这个检举人。咱来看讲蔡总统安怎回应这回这个遭诉这个婚的案吼。伊讲啊，这个已经甲这个评审庭哦，都伊讲要升这个输掉这个职务，伊嘛随失啦。啊，咱会当看到这个下晡，随由这个退辅会这个主委区国正来接任咱的局长哦。望伊会当甲这个国安局改好好改善一下，啊未来的总统出访的这个部分呢，行李通关拢爱照步来啦吼，啊尾下咧就是爱配合这个司法的这个部分。其实咱们来搁问到这个明玉姐啊、小玉姐这部分，蔡英文总统这回安尼危机的处理，你甲伊拍几分？过来看啦，哈，啊看那个后续的处理啦，哈。讲实在，我是记者，我走总统府啦，哈，我嘛有坐迄总统专机出访啦，哈。那以前很夸张啦，哈，就因为哈，就是我们在那个机上有买那个免税品，哈，啊空中休假就塞起车来啊，哦。第三排都拢无啊，吼，因为拢买了呀，对啊，酒啊，化妆品啦，吼，啊那个玩具拢都无啊，啊为什么就是俗啦？因为俗有免税，搁拍折，吼，所以大概平均吼，大概五折啦，这样算下来，免税加这个税，真的化妆品啊，哈，什么这个通拢无啊，所以这个很夸张。可是哈，以前的规定哈，比如说你化妆品，迄你买几条吼口红，那无要紧嘛，吼，因为无规定啊，但是你演一个人分一个人就一条啦，吼，一个人一条，哎，这是有规定的嘛。啊，这摆吼，为什么才互人惊吓，甲带一条？因为哦，是那个货柜那个车停在那边，好啊，那个检调人员要去检查，检查你给他动落，啊动落吼，迄司机甲你讲说，哦，阮是总统府的车，你袂使查的，吼。啊，说实在的，啊，即马这是烟呐，啊，你是薰呐，这是薰，吼。啊，万一是毒品，吼，毒品，啊，它是武器。啊，你袂使互伊查，啊，这边安全。对总统的安全是。所以为什么大家会带一条哈？啊，说实在，我刚刚讲那个哈，免税是行之有年，已经嘛有啦。啊，只是说金马起哇，高清八
9千8条吼，嘿，大家都惊，还要都数字要一条。真慢呢。对，那大家就吓到了哈。那所以，但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吼，迄华航你讲哦，这摆拢跟我无关系，大家无咧相信，因为华山空厨嘛，华山空厨是做菜所在啦吼，啊，这个跟荤无关系啊，啊，你那个仓库迄荤互人囥咧遐。啊，你感觉你无关系，但是大家咱无咧甲你相信啊，吼啊，在还有那个吴宗宪的部分，他也嘛会查呢，吼，为什么？因为吴宗宪讲50人，伊即马交迄名单出来50人大概算看卖，你一个人要200条呢，200条你数甲死嘛，无可能啊，这哪有可能？有影这个数字差伤济啊！大家拢咧讲啊，吼，200条你是50人无可能，甲有50个单位才有可能啊，吼，啊50个单位你有牵拖足侪人诶，所以即马大家拢讲吼，迄吴宗宪你要给他保护好呢，对，万一有人给安怎的话，吼，可能会变代罪羔羊啊，吼，所以就说这一次哈，总统还有迄车的问题，哈，今天总统府嘛开记者会啊，吼，伊讲迄车是总统府咧派啦，当时你写咧人去签的，啊要签嘛要查吼，啊总统府讲伊签的，啊什么人签的，啊签的啊你要告诉大家，但他就说现在是侦查不公开嘛，对啊，所以就说现在还有很多的谜团啊，哈，大家拢咧看，所以总统府一定爱就要讲清楚，不然哈大家还是会有疑问啊，调查清楚。有影看这回咱的这个分哦，到底这个收益会当偌济？咱算看卖，咱来看讲这个咱算的吼，一条分啦吼，差不多是一般咧卖的1200啦，1250块，啊免税这个商品差不多680块，这个一条就差570块啊，所以安尼9800条安尼算起来有500多万，所以这真惊人的这个数字呢。所以因即马用这个党罪咧判，就是这个贪污罪咧办，甲一般这个烟害这个防治法较无共款吼。这小可有差啦，这一个小可有差就是，这个物件你买入来，哪个去卖，是，吼，安尼毋是干那迄个税的问题呀，吼，这一个有较重。啊，你若真正讲干那公务人员咧团购咧讲毋拿50个啦，吼，民国讲的讲毋拿50个，人讲啊，得过来单位，大家拢团购，你也买一条，买一条还可以哦，吼，你也买2条，也是真正家己要食，迄做较轻啦，吼。啊，你若真正有人，真正50个人，吼，一人买200条，迄无可能你家己要食。迄毋是讲你一世人有啦，食薰的人有200条，但是会食甲臭噗去啦，吼。对啊，迄袂使囥伤久啦，无可能啦，这个你就是绝对是想要去卖啊，去趁钱，那迄是无共款，所以一定爱甲这拢总调查真清楚，对社会较有交代。是，啊，咱拢讲这个国安体系其实有一个这个单位爱过来调查，就是交通部甲这个华航哦，交通部甲现主事这个部长，才要入去要邀请这个王国材对处长去查，但是安尼时间敢袂伤晚呀。确实吼，这件代志发生到今嘛已经几落天啊吼。其实第一时间吼，大家拢知影讲华航有关系，但是华航的讲法拢讲甲我无关系。是，所以阮是真烦恼讲吼，伊这内底的资料伊若是去篡改，还是讲来甲暗藏吼，咱就真正就歹去甲背后的这几个集团抓出来。是，而且头拄嘛有讲吼，反正这件代志毋是干那即嘛尔，咱要追查转去，对当时开始，咱拢是爱靠这个资料。啊，伊若是讲无要公布，还是讲伊若是去改，哦，甚至讲伊是要暗藏，咱拢无法度。所以咱是即届的机会是，头拄咱的委员嘛讲哦，即届是真重要。伊讲咱的国安出遮大的问题，咱来甲这个问题抓出来，咱来改善，咱来解决。是，但是若是讲咱即马只是想讲啊，卖啦，咱这个时阵若大真啊逼出来大坑吼，人讲啊咧影响到咱的蔡总统的选情哦。真侪朋友咧真烦恼讲啊，即届安尼调查对啥事哦，咱出国的成绩嘛拢去暗藏起来，大家拢无看到啊，看到拢是讲啊，咱总统府内底出问题，内底贪污啊，国民党会跳出来讲哦，你看这民进党拢安尼，是，哦，民进党啊一群人安尼拢无讲好清楚，背后是啥物人哦，安尼啊。其实咱咧拢重点拢走去啊！其实咱是要把问题找出来。真正问题是咱咧国安局爱解决。内底的体系是毋是讲有人有甚至讲是讲头拄讲团购，这种对于咱的法律的遵守的观念爱改。吼啊，而且是讲咱的华航内底
甲这个态度啦，其实咱这个态度嘛，不管是正前伊伫咧处理咧罢工也好啦，还是讲咱即届这个问题咧处理社会对因的批评也好，你有看到一个足傲慢的态度啊，讲我无我的代志，无你叫我这个头家来搞查，无我的代志，你这敢是处理代志的方法，所以咱即届希望会当借这个机会，咱嘛希望讲咱的蔡政府这边会当叫伊硬起，咱处理好好处理，而且手头咱是有工具的，咱有法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咱都唔通互遮的人安尼为所欲为。是有影啊！咱看到这个头拄则这个志明嘛，有这个来公布的这个部分，就是有整理讲这个过去的这个总统，也甲现任的这个总统，过去出访的时阵，拢有这个诈婚的这个状况。咱来看到马英九时代有啥物盛虹专案，甲这个九安专案，其实有200多条甲3000多条哦。啊，蔡英文总统是伫要上任的时阵，有去这个影响专案342条，不过一个请到这个9000多条，其实这个数字是真惊人。那么个请教毛大哥，就是讲。过去啊，总统出访的时阵，其实咱这个华航嘛是负责这个专机的这部分。其实过去这个例可能嘛是有嘛，恁所听的。头拄讲是华善的，甲华善电脑无啥关系。华善是管理迄成果，是，免税成果。但是迄出货出偌济是华航通知，对，啊，你爱准备偌济出去。所以讲经验知影应该是华航的高站的，是，刷的是到副总以上的。副总因为安那管那适应品的人是一个副总，我可能恁嘛知影，这几工有讲到迄人，一定要依准才会使讲为遐物件，为迄成果寄出去。华善唔知，华善是物件是我管的。但是你通知我讲出偌济，我就出偌济。是，讨去嘛知影，是讲哦是啊，你叫我去拖物件，但是我唔知影这内底内容啥。但是英国嘛有安尼拖，他拄我讲英国今日调工问迄拖货迄兄弟，伊伫遐讲英国嘛照安尼拖，是即摆拖上济。即摆拖上济。即摆拖上济，英国货拢是阮搬的。因为落货拢是阮投进了搬，即摆货毋是阮搬，但是即摆有一个严重的，伊车是对总统的车后壁出去。是，虽然他都嘛讲到这个后壁那是当管制，是完全毋是阮像你为公务门出去的时阵，迄迄款通关一定要查，伊加减袂足侪人看到。那迄款是为直接为迄通关的总统迄开一个门，为迄门出去，所以讲伊无台车。都出去，对，因为机卡落来的时阵就出去啊。是，所以讲严重是以后内底到底是底物啥物件唔知，无人敢问，无人敢讲。是，这是长久以来拢有即款的代志。啊，咱都要搁请教这个委员啊，就是讲看到即道这个华航这个态度，其实自这个头起先哦，伊讲无即个代志。吴国聪立委咧查的时阵讲无即个代志，啊尾啊赶紧改口哦，就是讲当要来开始查，啊现主是甲今仔日派这个交通部长林佳龙就派这个处长要去甲调查，其实这个部分已经较慢去啊。是安尼啦吼，华航是国航，咱大家知影吼，所以有当时啊，我有拿听想讲，可能是伊一开始会感觉讲，啊这。咱的外交，他们讲台湾，大家拢知影台湾的外交的困境，所以要做外交有真侪，其实全世界的外交拢是安尼吼，表面大家拢安尼好，道貌岸然，拢讲甲足水气、足好听啊，但是真正的外交其实拢是私底下，咧处理、咧交配、咧交涉、咧生，你所有看全世界为古早甲。即嘛，所谓合约拢无可能真正，大家拢坐伫遐啊，笑眯眯啊，真有风度安尼签，迄进前拢啊足济的即个工课啦吼，有当时啊吼，真正还要 on the table 咧做啦吼，所以呢咱因为知影即个困境，所以华航是咱国家的第一间国航，所以伊可能有当时啊，伊家己想讲，这凡事有啥物？为着国家的利益咧做的外交的工课，所以呢，伊就尽量配合。但是呢，这项代志无啥共。今仔日若讲真正是为外国炸转来，还是讲伊要出去就遮济出去，啊，才搁倒转来，安尼你华航会感觉，这你卖问，吼，这嘛爱，这有国家安全，加问你加费去的，所以卖问。但是这毋是，这是真清楚，事先甲你定。
好，事先甲你定了，你为仓库拖出来互因，这你嘛真知影，你绝对是非常知影讲法律规定是一人一条。是啊。 这足清楚，啊！你规飞机的人到底偌济人，你嘛听好算，互你拢坐满满，会当偌济人，啊！这听好算，啊，9800条，啊，这嘛伤含，吼、这就是去倒转的，我头拄讲的，法律伫咧遐，一人一条的规定伫咧遐，啊，但是每一个人的心态，甲法律当作参考尔。是，所以啊，若无抓着，啊，就大家就感觉安尼无代志。 是啊，抓着，煞无感觉伊家己犯法，感觉伊衰。即款的观念是咱国家未进步上界严重的一个观念，所以谁人讲即个爱好好来甲查以外，爱真正爱好好啊处理，该依法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才袂好后摆的人去感觉讲啊，袂要紧啦，啊这比如讲有人即摆开始讲。 迄吴宗宪，迄戴罪羔羊尔，迄轻轻啊就好，迄唔通安尼。是，伊若真正交代好清楚，安尼，这就是会使讲吼，比如讲啊自首啦，还是啥物诶条例依法处理。但是唔是讲吴宗宪因为伊的过去拢安尼，所以伊因为职务较低啊，所以伊就照办，所以应该爱吼，互伊无代志，嘛袂使安尼。 该当安怎就安怎，清楚了后，吼，这嘛是一种的机会教育啦，吼，大家知影讲，法律就是法律，无论你是啥物职务啦，吼。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古早甲即马拢是相像啦。总统犯法嘛是爱受国家法律的。都要继续问啊，啊，华航当属定爱负责无？哦，看伊知影唔知影。是啊。 看伊知影，但是伊代表这个华航这个体系嘛，公安局已经这两种嘛，伊若知影就有法律的问题嘛，吼，啊伊若唔知影是行政的问题，你的行政管理有问题，吼，下骹做骹手你唔知影，你就有行政责任嘛，吼，啊你若知影，你就有法律责任嘛，吼，这是暂处较无共。是，啊嘛有人讲这回这个笔资料是要华航内部的这个斗争。 民进党无论安怎，这是不是斗争，拢爱还是要？是啊，嘛是爱甲这个问题查好清楚，但是有人讲是，因阮有摕到迄资料嘛，吼，啊，检举的人吼是那个华航内部的人，看得还蛮清楚的啦，哈，啊，不管是不是内斗啊，哈，啊，今嘛有咧讲迄华航的迄当时长吼，伊兼总经理，啊有兼另一个华信航空的董事长，哈，啊，今嘛做侪人要来争取迄总经理的那个位置啊，哈，那今嘛来看哈，就是说。 这个华航，你讲伊唔知影，大家拢无咧信啦，吼，这一定爱知影。但是华航，伊知影为什么伊个爱配合咧？因为伊上面是总统府呢，以后我是总统府啊，啊你就不敢不签呐，就是安尼嘛，吼。那现在就是要看啊，吼，吴宗宪大家讲伊是细汉的，吼，加细汉啊，所以他就是要顶嘛。那看伊交迄名单出来，起码是50人啊，我讲大家拢无咧信啊，50人那有可能嘛，吼。在后边50人是单位，50人团体，吼，所以大家可以说现在大家都出来批出来啦，吼，看伊敢讲。不过我咧看啦，吼，吴宗宪伊感觉。 伊感觉这个50人，伊就伊知啦，但是后面还没有更多人，大家在怀疑说，因为伊就细汉的，所以唔知说他知不知道。但是现在就是看说他后面还有没有共犯结构啦，好，所以就说这个后面还要再继续追下去，要看总统府的态度。是要看总统府的态度啦。不过咱来看到这回啊，这个国安人员随着这个总统出访，其实。 这个人员其实因拢是真好咧，这个款待有专人、有专车，甲普通无共款哦。啊，出国这个买免税这个物件，这个扣打有偌济，有偌悬，就无按照规定。有人讲啊，这就互人想空想芳啦。发生这款的这个这样这个憾过的这个代志啊，这个过去的总统啊、甲副总统，这个专机的可能，这个过去的这个资料，拢会一直互调查出来。咱来看这个新闻片段。 三军机队列队等待，总统的车队直接驶去国宾门前，伫咧国安人员的介护之下入去国宾室。发表演说了后，就坐专机出访。根据国际机场礼台办法，总统、副总统出访拢算是国宾礼台通关。行李甲护照拢允准讲代替查验，因为身份真特殊，而且涉及机密。查验的拢是国安机关，甲一般的民众无同，出入境拢爱通过海关。免税的烟甲酒有限量的规定，超过额就爱行红线柜台申报纳税。若是国宾通关，就较好查。
我不了解说之前出访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会去查华航相关的一些保税仓库的一些账证管理，我们会再核对一次。有立委表消息讲，这个个案人员在7月初8开始透过华航免税品的系统，小连续订购的订单，金额总共是645万。订单内底出发航班编号就是总统专机。立委质疑这种手段应该不是头一届。关务署回应讲会全面调查过去总统、副总统出访专机回台日期，还有华航免税品的出货状况。因为这批粉可能伫咧发现空厨是华航空免税品的地点之一，伫航站内底空粉甲一般旅客偷偷炸粉片入境的案例无共款，可能会面对相关3年的刑责。给予这个总统、副总统及随行的人员一些通关礼遇的这个制度。当然，这些制度会造成一些就是不肖官员的一些利用的话，那我们会跟国安单位来讨论一下，怎么样来弥补这样的一个漏洞。另外，总统专机降落了后，这批违法的私分早就已经装好完成进入停机坪，那就是要对总统车队离开管制区。外界质疑敢是有管制单位伫甲伊暗砍。关务署强调讲，目前无掌握海关人员涉案，会全力配合检调的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检调这个部分已经进入调查部分了。咱这个手顶应该有资料还未曝光吧？是咱这资料也阁有然后是希望讲这件代志会当由政府来好好调查而且这件代志发生到今晚真声音真侪啦。有人咧讲咧莫个影响到咱台湾要所来选举有人咧讲恁时代力量是要跳出来要抢公路的讲真侪声音嘛。但是我感觉上重要的代志是讲这件代志咱会了稳定，就是讲。不管是虾米人，这个咱出代志，咱都爱无分党派。是，不管你是倒是党，倒是派，咱出代志，咱就好好来。无讲你是倒是党，咱就对你较好；你是倒是党，我就拍较用较大力。无这种代志，台湾袂当行到这步啦。是，所以讲咱要查好清楚但是呢，这件代志是要要用政府来调查，因为。政府是该当作为的单位啦。你若讲咱周围人，大家咧讲放风声安尼无意思。政府爱好好调查，而且这问题是对内底发出来。爱改革的呢，就是这规个单位爱调查清楚咱的问题出在倒位，咱的体系是倒位咧出问题是啥物制度出问题咱来调查清楚。处理这问题，这是正确的做法。是，头拄立委嘛讲到感谢这个检举人吼，即摆这个事件憋起来但是对着这个蔡英文总统未来这个选情嘛是有影响。我想大家爱就事论事啦对蔡英文总统有影响无？有影响啥？我头拄讲的，我相信马英九总统、蔡英文总统拢唔知影这个代志，但是下骹国安单位安尼处理，你是国家元首，你应该的，敢若头拄大家拢讲到，你应该要有行政责任，你的下骹手咧保护你的、咧保护国家安全的人，结果伊家己做出违法的行为，虽然为这个法看起来无影响到国家安全，也是影响到总统元首的安全，但是影响咱的税收这无论如何，这拢是违法的代志，所以这个代志。是毋是会影响到总统？我毋知影讲后壁还佫有啥，比如讲后壁若别空讲总统知影，这代志就大条有影。这当然就影响总统选举，但是总统我相信，无论马英九总统、蔡英文总统，绝对毋知影。是。毋知影的时阵，你讲叫伊爱所有的代志拢爱伊担，就咱较早我讲的花棚嘛小箱，你内底啥物人知影去安尼做，你负的是法律责任。你若唔知影，你负的是行政责任。总统爱负甲偌重的行政责任，我认为这是选票的人家己去做判断决定的。那照我看，其实总统的做法已经真紧、真重啊。我要去安尼讲，其实我感觉，无论伊即马总统已经换掉咱的公安局的局长，换掉咱的侍卫长。我私底下甲朋友安尼讲啦。做甲国安会的局长，做甲侍卫长我相信伊袂赫然无爱惜家己的即个名声，还是身份地位啦。你若要讲无辜，大家拢无辜，莫讲总统，这两个人，我相信伊可能嘛毋知影，伊可能毋知影，真正，伊若知影，伊嘛无互因做甲遮尔含的代志。我开玩笑，我
做到一个侍卫长，我做到一个国安局的局长，我互恁安尼变空，我家己创空我家己。但是谁哪爱落台？这就是你的行政管理啊！你是上直接的啊！你下骹手的人是是真正你咧管？你讲总统有管国安局有啊，但是总统管的毋是干那国安局，总统管全国家遮尔济，所以迄个程度是无共款。所以谁哪侍卫长爱落台，谁哪国安局长爱落台，就是伊负责的这项代志，伊应该爱担的责任偌济。所以你讲是毋是会影响总统的选举？我感觉这毋是我会当讲的啦，吼，就是爱看后壁的发展啊，看即个要投票的人选民，伊家己的判断。是啊，补充一点嘛，吼，即马吼那个国安局吼，大家拢感觉吼做神秘的吼，啊神秘啊，神秘吼神秘啊神秘啊，大家发现你咧避当避西哦，你原来你咧贪小便宜啦吼，迄500多500外万啦吼，啊500外万大家拢会咧看讲，啊对啊嘛咧看，啊你500外万你的国安局官员你也要避当避西吼，会当创东创西，那这起码我会使摕钱甲你买嘛，对不对？中国摕钱甲你买。对啊，500外万你就会使甲你避当避西啊，吼，要唱这唱黑啊，大家不是讲说啊那个货柜啊，万一有毒品有武器，对啊，对这个总统的安危做危险的，所以就是说这为什么一定要整顿？好，你看国安局的官员500外万有甲伊买，会使避当避西，所以说。这是很严重，好，所以就说，这次一定要整顿，因为对岸也在看，如果你不整顿的话，那未来500外万都会使买啊，那我给你开机，你嘛会使买啊，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渗透，然后做危险的。是，中国北京这拢来看，是，但是要搁请教就是明宇姐这一部分哦，就是讲，这个蔡总统较早以前的这个前任的总统，伊其实拢唔知，但是即马有声音就是讲，过去的总统拢爱查好清楚，啊，其实这个今仔马政府这个马办，伊嘛有回应讲，其实无这代志，莫搁用着这个政治的事件，甲这个政调的这个物件拢甲牵入来安尼，你安怎看？我感觉吼，要去查吼，就困难的啦，吼，因为这已经吼，唔是马前总统啦，吼，阿扁嘛有啦，我相信啦，因为我以前就是找阿扁啊嘛，我对阿扁啊就出访嘛，吼，啊，迄团购嘛有啦，啊，只是就是说。即摆错一条的是吼，哦，伤济啦，数量真济啦。啊，你前总统嘛有啦，啊无是像大家讲说蒋经国无，因为蒋经国没有出过国啦，对啊，所以应该要查吼。你说要从李前总统开始查到蔡总统吼，我感觉吼蔡总统这也使查，但是以前吼会受困难啦，有困难，因为换足济人啊啦。这是有偌济证据讲偌济话啦，吼。法律嘛有法律，毋是讲你要查到什么李登辉总统去吼，法律追溯起15当年，哈，15当年，你上高查你嘛查15当年，但是呢，这有得查无？爱查无？我感觉嘛爱，是安那？因为比如讲啊。人迄个媒体已经甲你逼出来讲，啊，马英九的时阵为300条，200外条到3000外条，啊，蔡总统为300外条到9800条，人拢甲你写甲清清楚楚啊！你讲敢若处理这无处理啊，还嘛怪怪。但是追究责任，我是感觉是追究责任是追究这几届人已经列出来，还是你查到这几届到底拢什么人咧处理的？啊，这个人。是处理了是去买，还是讲清楚的交代是必要的啦，哈，都无会去像我头拄讲的迄个情形，啊是安那伊也安尼，我也安尼，啊无嘛甲差3档尔，啊伊无代志，我有代志，法律就是爱人人拢平等，哈，但是你要法律人人平等，就是你有偌济证据做偌济工课，偌济证据才会当讲。偌济安尼。啊，其实咱来看，这回就是10大力量才来发起这个规个这个标资料的部分。其实你嘛是查真久啦，才有这个掌握到这个部分。啊，其实这黄国昌哦，这个立委伊头先有讲哦，因为这个华航的态度是兵来兵去，头起先讲拢无哦，啊尾也讲其实阮过来调查一下，啊，甲现主事交通部这要介入。咱来看第一时间黄国昌委员是安怎讲的？烟可以带几条？5条。那你说，不是只能带1条？带1条是免税，其他你可以带4条。那4条是要什么？你入海关就要诚实的
申报嘛，要缴税嘛。好，那你如果超过5条要怎么办？超过5条要减负烟酒进口业许可执照。那他们在跟华航订这些东西的时候，有烟酒进口业的许可执照吗？当然没有嘛。无毒中线是总统府侍卫室从国安局调去的人，他怎么会有烟酒进口业许可执照？9200条，第9200条。然后华航你说这个是正常的程序，然后昨天发给联合新闻稿写的只是金额比较高一点。我的老天啊！总统都已经震怒了，你们华航这些人是在干嘛？还在闻过是非哦。华航高层、董事长，事情发展到今天，你是用这样的态度面对，请你下台。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华航内部的人已经有人做了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是刑事犯罪，合理的质疑。国安局只干过这一次吗？这个黄国昌委员有讲到，这个华航的内部的人已经做了不法的这个代志，其实安尼已经是违法的啊。是，确实吼，这件代志有几个层面哦，第一个法律层面吼，伊是毋是违法吼？啊，而且透过这个集团哈来做这个代志吼，伊是触犯什么法律，咱爱查清楚。那既然咱爱处罚的处罚啦，爱抓出来爱抓出来。第二个是咱的规个国安的问题吼，啊，甲咱华航伫这个关系内底，伊除了讲甲国安局中间的配合以外，敢阁有别项的吼，这咱嘛是爱来去对这件代志来查。所以讲这件代志，有的网络顶悬的朋友会讲啊，咱一点仔钱也要紧啊，伊咧买转来，咱做官员的有的真侪爱做service的啦吼，咱地方遮侪这选民爱服务，咱遮侪安尼关节来拍通，啊买一下这哪有要紧？啊因嘛是反正公务需要，公务需要啊，你哪能无想讲人要甲斗相共者？啊，咱掠只人要创啥？但是毋是安尼吼，因为这是一个咱制度上的破空。他都真侪来宾嘛咧讲，你这个是分。你敢知影讲后壁刷来毒品啊、武器啦，啊，佮讲咱国安的问题，你那一点仔钱，咱来咱违法，你就会当讲啊，咱来试看卖啊，你都无迄个守法的迄个概念，安尼咱这国安局你是要要求伊讲咱来对岸的这个时阵，然后因为是会用话声讲，咱要用钱要甲台湾买落来，这种一个国家。你要安怎来应付伊？所以这个制度、这个观念、这个体制，咱规个咱来做整理。所以讲，这件代志咱大家唔通讲看讲啊，几个人摕买几条分安尼，讲分也袂要紧，其实唔是安尼。是，啊，咱们过来请教就是这毛大哥哦，其实那华航哦，其实有别个这个航空公司。但这几摆出去的时候，是讲坐华航尔，伊正经嘛有长荣的。是。但是这内底你看会到，国安局官员啦，对着管理这物件人讲啊，我国安局要偌济。是。你敢有法度？拒绝安尼？无法度。是。因为你嘛唔知影到底，比如讲这分拢我管的，国安局人甲我讲啊，我总统府爱偌济，你敢会使讲啊，我不爱。你可能做袂到，可能嘛唔敢做，因为烟鬼拢安尼啊，烟鬼拢。就济物件拢安尼来，所以讲爱查一定爱查到杀人扣税，杀人扣税，杀人扣这税去压着华航压着长荣关免税物件拢会使安尼摕。是，所以主要是爱看到这。你讲董事长知影毋知影？因为你做遐久啊，你敢毋知？伊个是较早为华航起来，应该是知影。是知影到底偌济，伊是毋知，伊可能毋知影。但是管理试验皮的人一定知影嘛。伊摕遐济，但是今仔往我管的时阵，国安局甲我讲啊，总统府爱偌济，我敢袂使骨着。是，唔敢啊。是。所以讲这内底一定爱查讲，到底杀人扣税爱摕偌济做偌济，所以运搬出去的时阵。无照迄个管道出去，就为特别门出去啊。所以只要按尼办事看起来，这个华航的董事长可能嘛摆设袂关，这个关系摆设袂清楚安尼。上无伊有行政责任啦，上届起码伊有这个行政管理
是一个责任。是。上无，我感觉是安尼。所以规个安尼看起来，华航伫即道嘛是，虽然讲这个国安体系是过去拢是安尼这个例，但是伊华航这个高不自种的这个心态，袂使有安尼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咱手头这个掌握的这个资料，其实佫有真济嘛，但是也袂豆豆安尼闭开安尼。国昌委员其实有讲啦，讲咱是希望伊达主动来调查，主动来提供消息，主动来解决吼，唔通讲安尼，别讲甲资料摕来，因为摕到资料。其实有其他代志掺喺内底，其实有其他代志掺喺内底，但是因为这件代志，阮是希望讲会当单纯甲这件代志处理好，唔通讲安尼愈变愈大坑，啊尾啊拢烂尾。是，所以讲是希望讲这件代志就事论事，一件代志咱来处理。这我无啥认同啦，吼，既然代志拢到安尼啊，吼，我认为这个时代力量啊，黄委员也是时代力量，有啥物代志都爱讲出来。除非你牵涉到国家安全，讲啊，咱国家机密袂使，啊，无你即摆佫讲安尼，这敢若咧挤牙膏咧，安尼唔好啦吼。应该是爱讲来，你应该爱调查清楚，吼。我先互你家己调查，你若调查无清楚，我就会甲这资料拢摕出来，吼。啊，你望到尾啊，人调查到一段落，你才讲吼。后壁讲啊，我当初安怎吼啊，什物代志吼，你还未处理好，这安尼唔好。那真正为着这个国家好呢，就应该爱即届好好啊，甲所有的代志拢摊开来，大家好好啊来检讨，该当安怎发办就安怎发办啊。后摆绝对袂使有即款的发生吼，莫搁谈咩啊安尼讲哦，我手内还搁有哦，吼我连工我要去安怎吼，我感觉安尼较唔好。其实唔是安尼啦，是因为因的资料吼，大家拢参做伙啦，内底有别人的名。还去一个查就对啊。阮其实阮嘛搁爱去调查，因为一件代志，咱知影讲这件代志甲这有关系，但是其他伊名哪会咧遮，咱唔知影。咱若讲甲弹出来，咱无调查清楚弹出来，咱嘛无负责任啊。是。讲咱有手头偌侪证据，咱讲偌侪代志，所以咱希望讲华航会当家己处理嘛是安尼，莫讲大家安尼咧手伸回来，拢要甲你讲遮安怎，啊大家拢要用药的吼，我感觉无好啦。是。啊，这回这个国安局这个局长已经新的上任嘛，伊就是区国政。啊，对着这个新的这国安局这个局长上任，立委有啥物期待？当然，新的局长上任就是第一，爱先甲这项代志做好吼。这个国安局伫这件事件吼，会使讲吼大伤啦。吼，咱对国安局的信任，咱对国安局即个做代志的这个吼形象大伤，这需要时间，伊真正需要时间去慢慢建立人民对国安局的信任，这是真困难的吼。所以吼，爱所有的咱的公务人员爱有一款的观念，我刚才就法律的概念是上界基本的。吼，你要做公务人员，你一定爱有即个上界基本的概念。啊，若无你看，你感觉可能你家己私底下感觉无啥物的工课，对你即个机关看偌伤。即摆吼，你若出去，可能毋敢讲你是国安局的人。过去吼，可能你会感觉啊，真公平，我为着国家安全咧努力拍拼吼，伫朋友内底吼。啊，但是即马可能你若国安局，大家拢会甲你看一下，嘿，你是毋是有偷早婚？所以这是实在吼即马换一个新局长，我对因的期待就是安尼，较紧甲你家己内底到底抑阁有啥物问题，整顿哦好势，重新建立人民对你的信心。是啦，啊，但是查这个工课啊真长，啊，对着这个新的局长，你有什么期待？是希望讲局长会当好好处理这个问题啊！毕竟讲这个代志吼，咱头拄嘛看，伊嘛毋是讲短时间内底发生的，伊是反正是一个。反正是一个习惯，反正是一个真集团吼，伫后壁吼，咱一个系统伫后壁，咱讲团购，迄绝对毋是讲一个人就会当发动的，一定是讲啊，即届你无买着，后届你来买嘛。所以咱看咱数字就知影讲，一届愈来愈侪，因为大家拢感觉无要紧，啊你后顶届无买着，啊那顶届买的人嘛无代志，我来缀来买。所以讲伊这是背后吼是。长期无重视的问题，所以讲希望讲即个局长起来会当好好处理这个全民的代志，哦，咱彻底来把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是，最后就是要对这个蔡政府，这回除了这个国安局，家己爱有这个信心，家己继续办到底。但是对着蔡政府，真正是一个真大的伤害。不过咱头先嘛讲过，危机就是
专机啦吼。啊，上尾咱要邀请到一来宾，过来收尾一下。就是希望讲这件代志吼，是会当好好啊，甲咱国家的真侪问题来处理好，啊嘛，大家了定。这个唔是讲思考讲这是倒一党倒一派的问题，而且这问题是影响到咱的国家，伊唔是讲干那讲啊，咱几条分的代志啦，咱国家的安全，咱若讲干那元首出代志，规个国家影响到，不管是安全，还是讲咱的经济，随影响到。所以讲这是系拢小小的问题，但是因若真正逼空了，逼足大空的吼，咱规个国家拢会去影响到。所以大家唔通看讲这是小问题。是，毛大哥。问题啊，因为阮拢现场伫遐做的啦。一般现场的人是拢唔知影这代志，但是这个代志逼出来的时阵咯，大家才想讲哦，今仔内底遐少侪物件看袂着的。少侪黑暗的所在看，这代志照你讲，正爱互大家拢知影，到底是安怎发生的，是安怎出了这款的代志。对基层人民，还是对基层的这员工，其实政府若做这款代志，互人民有一天内底是称旨的，是阮伫遐拖迄阵心内安尼想，真正有影。整顿改革是绝对必要的吼，爱用一届来。